即马风台咧来，高雄早暗时有民众咧等公车时，险险就去落来手机撞到。今日伫市区嘛有路边的墙啊，因为风收头过倒去，加在是无撞到人。目前市府已经派人巡查，把倒去的树啊赶紧刷走。断下来啊，还好有这个公车站的屋檐挡着，不然就是我脆狗狗了。第三个暗，民众伫高山的公车停单车，可能是因为风雨伤过大，熊熊顶悬的树枝就落落来，差小看到缀着人，凯比风台是愈来愈接近，高雄的风雨也一阵一阵哪来哪大。日时透早市区就路树规丛倒去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高雄市今仔日透早有路树倒去的状况发生，是影响到车路的通行。目前市府是当咧派人员清理。风吹雨大啊，脚摆若落来，讲到咱的人吼，安是介唔好诶，介危险，爱顾家己的性命。伫市区会当看到树枝互风雨吹甲落落来，若是风搁较大，路树规丛倒去的情形也会发生。高雄市府过去嘛防积极，台北市已经甲路树分顶资料库建立好势。高雄市是今年按算伫动了路段，针对4600丛的树仔建立资料库，未来通知影树仔的健康，会当提早维护。公园处今年筹措450万元，针对博爱、中正、民权、四维及五福路等重要道路之行道树进行普查作业，总计约4600棵。应该是透过平常在巡检的时候，找出哪些树是比较高风险的，然后来进一步看该要如何处理。兵团嘛建议市府平常时爱做好定期巡检，若是树木有腐蚀、掉病超过树丛面积50%，就会较危险，会当做预防性的治疗，也是拆除，防止意外发生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荣高雄报道。